弥勒祖师有给来这附近工作的人托梦呢，托梦说只是说要来这边拜拜来结善缘能够求道得三报四。刚刚拿贡品放在桌上了，他们从嘉义来的，来这附近有工厂，可能是营造的还是什么工作，来这附近工作。他说有弥勒祖师弥勒佛给他托梦要他来三元山拜拜三元山结善缘，赶快来求道得三宝心法。刚刚来的3个人，贡品放在桌上弥勒祖师救度众生。